108年度客语能力中级及中高级认证，口语测验题型认识。哇，泡好了，我帮你加了一颗蛋呢，谢谢，好香哎，赶快去拿。颜色的嘞，洗下一些听听唔够黏，唔拉成牙碰诶。耶！吃这么一点而已，不过瘾，不够塞牙缝。洗下一些的听听唔够黏，唔拉成牙碰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欣赏这一题的解题技巧呢。第一个我们每一个词汇都要讲到，像是一些关键词啦，比如说不过瘾怎么讲？过年塞牙缝怎么讲？塞牙碰哎。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？你要尽量表达题目的原意，尽量不要加油添醋画蛇会怎么样？添足免得扣分，曲解题目原来的意思。那第三个呢？你的表达呢，尽量要流畅，你的发音、你的语调要正确。学起来了吗？老师在讲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老师好。今天老师教你们一首唐诗，叫做《回乡偶书》。报告老师，这一首诗我刚好有记得。真的吗？您来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正确！哎呀，太棒了！那你可知道怎么样翻成客家话吗？报告老师，刚好这首诗我爸爸妈妈有教我的母语呢。来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呀，真的太棒了！哎呀，你真是老师最得意的学生老师不敢当。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呀？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各位同学们，上课喽！老师首先要教大家一些解题技巧，记得听清楚哦。第一点，你在准备的时候，记得把所有的内容都先默念一遍，记得不要乱改内容或者是漏读哦。如果你真的遇到你没有把握字音的时候，先跳过，不过要在时间内读完所有的内容哦。第二，表达流畅，好好说，不要太心急了。第三，固定的练习，你可以搭配你自己习惯的手势或动作，但是记得不要太浮夸，影响到其他同学哦。同学们一定要加油哦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学长，明珠要不要一起出去玩啊？係啫啦。原本啲牙未前舊太班舊太，係牙下個個去夾夾進步卡，下邊要幾筆？你爭聽下夠啦。什麼呀安江，什麼呀安江。同學超兒下課過後聽下教，唔過你想去進步卡，我用班下去推踢佢呢。大家好，我是客語欣賞羅文一。这题的解题技巧呢，第一个是什么呢？你要围绕着主题讲，不能答非所问，因为你这样会误解题意啊。那第二个呢，这一题的内容，它的完整度还有丰富性，还有你的语音词汇的掌握度，是一个整体的表现，很重要。那所以呢，当你用客家话跟人家讲完沟通之后，对方都听不懂你讲的内容，你没有达到沟通的效果嘛。所以在回答内容的时候呢，不能只是说是或者是不是，就一个句点，这样不行，因为这不是是非题啊。
第3点呢，表达要流畅，而且最好加入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你自己的做人处事的态度。那重点是回答时一定要有礼貌，学起来了吗？针对这一题呢，老师有一点小小的补充这个示范哦，比如说你只回答拍 C 哦，给咪某喊哈拜张拱，这个可能分数就不会很高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感受不到内容的丰富，或者是一个客气的态度，对不对？那比如说你只有回答拍 C 哦，哇，那这更没有可能得到高分，因为甚至0分都有可能啊。这个题目简直是送分题，你一定可以考到第1名。各位同学，好好把握。报名只到8月5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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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很重要，所以念了4次。